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2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明年的选举大战，即马有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参选人的选举看板。议员林炳利对此指出，伫咧原台南县的地区，部分的看板并无架设铁架，恐惊会影响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伊要求市府要重视，严格来规范。面对明年的议员甲市长选举，侪侪参选人拢挂出选举扛棒做宣传。对此，议员林炳利表示，伫原台南市区被规定爱搭铁架，但原台南县却无这个规定，质疑市府两套标准。希望为着民众的安全，一定要严格规范。你明年度啦，市长、议员、市长搁要参选啦，准立委咧参选都变叫啊啦，都大意啊啦。我来讲，环保局长也足无奈啦，因为要同市长讲好，到底要贴唔贴也唔知啊。你一寡广告的厂商爱贴开单啊，你画立委做啊一大堆啊，三啊大了就广告啊，你也风台安全性啥物负责任，对唔对？所以环保局嘛足无奈啊，你规个台市合并啦，整个台南县无这规格啊，台南市有呢，一定要用铁啊呢，袂使用迄搭铁架呢。袂使搭迄种即个三啊大就做呢，伊就统一着，互工务局、互环保局去实行，甲劝导，用劝导的，无做铁架用劝导的。这个阮家整个通案性，我们来做一个。无你看你明年度啦，明年度看要实行，你长参选啊，议员参选啊，安全性呢？另外，兴建超过45栋的大拿带动并购主体，经过市府以优惠方案，鼓励住户搬迁了后，将陆续进行拆除，并规划做停车场以及立美化等公共设施空间。对此，议员林炳利争取作为图书馆使用，希望为学生打造优质的阅读空间。而秘书长吴新秀也答应会甲文化局讨论，来争取相关经费。但新闻站山王子豪采访报道。议员蔡玉辉伫咧总质询当中，以溪北地区人数负成长、重大建设不断延迟等等的问题，来点出溪北地区被边缘化的问题，批评县市合并根本就是一场骗局，嘛呼吁市府爱搁较重视地区的平衡发展。议员蔡玉辉提出政见，经过行政院核定的台南县市合并计划书指出，伫赖清德竞选第1年地下市长时，就答应要遵守上市政中心甲上艺术厅，但现在公务人员毋若集中伫印花市政中心，在咧民地议会的员工也愈来愈少，因为溪北地区已经被边缘化，经批评县市合并是一场骗局。这本册明明写甲足清楚，这表决过，了，伊伫43页讲，县市合并是双行政中心、双议事厅。赖清德伫咧竞选时，我嘛常常甲抗议，我要捧伊的场，想讲，甲抗议，伊也来甲我回应，我会当达到我的知名度，伊嘛讲好，我去主张双议事厅、双行政中心，要较紧呢，是对。永华行政中心变一个单一行政中心，明治议事厅无去，但可惜的人，你调到尾无去，恁若足少去啊，来议会，大家咧会个也开一届啦，另外，议员以2件国小后来跑道破损、煞无维修的案例，来批评市府教育局订定600人以下学校无做 PU 跑道，非常无合理。质疑教育局无将少子化的问题纳入考虑，影响学生伫体育课程的学习。市长，较早县政府所在地这间校工程国小，也毋是因为市长、民进党初选，足侪人去拜托陈廷辉，你想7档啊，市长7档啊，7档你也看较大，并且咧怨叹讲因遐
下线。这个所在7党，伫个新亚区县长所在地的中心校，会当7党操场放假呢？代理市长李梦燕回应，目前已经有10多间学校争取到体育署的经费补助，要来进行改善。而对着600人以下学校，将会请教育局全面清查，为较有急迫性的学校优先处理。咱新闻正上王子豪采访报道。已经拖延10几档的台南大学迁校到7股的案件，最近校方经由校务会议决定取消计划。对此，市府认为这不但无符合行政程序，嘛无尊重行政伦理，要求校方道歉。议员蔡秋南也借这个机会呼吁市府对着这片土地爱做好后续的规划。台南大学迁校到7股案已经拖延了10多档，校方最近召开校务会议，出席35位校务会议代表，全数通过无要迁校，并愿意将土地献予台南市政府。对此，议员蔡秋兰批评这对地方的损失真大，也质询市长对着这片土地未来有甚物规划。而且咱捐地捐予伊偌久啊？你今仔讲35个委员无通过，学生无爱伊过来，你就甲咱否决掉。而且咱市府也无表示啥物意见，啊，报纸刊到遮大批，咱市府正闹亏呢。如果南大真的是迄个咱讲扶不起，啊，迄个栽培袂起无法度，那我们希望教育部来媒合，好，教育部所属的其他的学校，啊，尤其在南部这边较大的学校，那这个地是一个已经整地好，也花了7亿多，啊，南大花了7亿多去整地这个土地，差不多38公顷，啊，另外迄个是生态保育区，迄个是无法度起，啊，所以这38公顷，我们希望。教育部能够来媒合其他的学校来进驻，安尼是拢唔免过去办多次计划，也是讲其他的这个环评的变更。另外，西港外环道路的开辟，议员希望市府会当尽速以工程进度执行，强调该工程关系到西港未来长远的发展，也是地方期待真久的建设。因此，面对抗议的民众，必要时一定要用公权力来介入。把这条会当顺利来开辟完成，对着阮西港未来生活圈，包括咱交通网，非常的重要。阮的乡亲，阮的市民，大家拢要期待，咱期待已经期待10几年啊，无简单，咱已经宣布开始动工吼，所以局长拜托你啦吼。确保是已经确保2遍无人标了，啊，我这里要继续确保。对，啊，假使讲有阻碍，咱爱用公权力，咱爱。叫警察局斗相共一下，只要你出声，阮就一定拢斗相近的啊，局长，啊就拜托了。市府工务局也重申外环道的重要性，因为毋但疏解第19线的车潮，也是救灾应急道路。若变更设计，将无法度达到分流效果。离台塘铁路段将会保留铁道的铁路，设立解说牌仔，互民众了解西港长铁历史。老树也会进行刷证。但新闻正上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伫咧原台南县成立了22场后援会以后，22号正式回到市区，选伫南区来成立头一场的后援会，包括前立委王庆南、副议长郭信良以及济议员、里长拢到场相听。现场吸引了将近3000位的支持者到场参加。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22号下晡伫南区夏林路举办后援会成立大会，包括前立委王庆南嘛出席徛台为陈廷辉加油打气。这其他立委、这市长候选人，我大家拢捌，大家拢看伊大汉，啊有过来要选举，要选国台，要选这议员，我拢起来做伙总干事。是安怎我要特别肯定伊？除了伊是女性以外，伊的执行力、遮爱人的中间，第一，上个厉害，讲到做到，选对来做，选上爱困难来做，啊，这其他人对袂到。
现场有副议长郭信良甲这位议员李到到场收听，现场请将近3000位民众到场参加。其中参选人陈天辉以加所有民众握手问好，寻求连任当选市长。陈天辉表示，南区建设袂简单，尤其以10当议员甲10当立委的经验，上界了解基层，并且推出3大远景，包括黄金海岸开发、南山公墓清扫、甲机场门户改善等等，要来互南区脱开外国。第一愿景就是咱的黄金海岸，咱黄金海岸一定要来甲开辟，咱一定要甲做成着一个会当休闲活动好所在。所以，咱黄金海岸，咱必须要对家庭经过着咱台南市这个过程当中，会当一路延伸，互咱袂感觉讲家庭会当省台南袂使。第二个部分就是咱的南山公墓的清扫，南山公墓的清扫，即马目前咱的阮议长已经做一部分，后壁面咱要当甲南山公墓会当公园化，会当来做着清扫，会当用着沟通作为整个未来这个产业发展区。咱有第3个重点，就是机场门户的改变甲整顿。机场是咱南区非常重要。即马大家感觉讲，原本机场是爱带动着咱南区的发展，但是即马有感觉讲是爱阻碍着咱南区的发展。咱伫周边有一寡禁建的限制，有一寡法令的限制，咱拢要重新检讨。南区奥运会由马英钦担任会长，在地里长马龙接任奥运会副会长，顾问团则是由各大业务主委来担任。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11届用电视爱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的总决赛，21号暗时伫咧水皮湾公园来举行，并且伫咧有线电视第3频道以及上主车甲三冠王粉丝团专程直播，互民众会当共同见证精彩赛程。最后，第一组甲各一组分别由杨锦池甲李伟胜拿下总冠军，并得到市价超过7万块的产业机车大奖。总决赛由协进国小附设幼稚园以公主的舞蹈绕热开场，会场为替参赛者加油打气，包括担市政府副市长等以及主管，以及中央甲地方的平台等各界贵宾拢亲自到场，并且做伙进行行动 App 的宣传仪式，向民众介绍 BB 行动客服以及 BB MOD 的功能甲利便。3、2、1，请点击。BB MOD 在你的手机也能看有线电视。BB 行动客服贴心服务，一次满足。BB TV 最好看，BB 宽屏最划算。祝福今天大家都可以有最好的表现。咱这回来欣赏，当然嘛，感谢这个双子星三冠王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视听啦，哈，互咱会当看到精彩的表演，听到这样好听的歌声哈。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心，希望说用三冠王、双子星这样的一个方向理念，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社区能够更加结合。所以祝福我们所有今天。比赛的所有的参赛者，我相信我们是跟自己在比赛，我们自己拿到最好的成绩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音乐比赛也算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啊，这个花了这么多精神，请了这么好的裁判，评选了这么久啊，总算是最后一天。那也非常谢谢所有参赛者，我们当然最重要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哈，今仔日这个歌唱比赛其实是最有意义的，这已经是11档啊，会当看到讲咱双子星和三冠王伫这11档以来，对咱社区和这个有线电视提升的这个活动吼，已经持续11档，这样是真无简单吼。这个上主车甲三冠王呢，用到这个歌声、歌唱比赛，行入这个社区。
和大家共同呢，对这个城市的文化呢产生认同。主办单位上主车甲三广有线电视为了感谢乡亲热情参与，现场除了有奖简单提奖品，也个奖嘛抽出一台43寸的液晶电视，将水平公园客甲满满。在此来感谢所有坐车啊，这好朋友吼。10几年来啊，现场有足侪是拢老朋友啊吼，因为参加歌手比赛，所以变老朋友，嘛有真侪新的朋友，拢真感谢。哦，那今仔日啊，这个总决赛啊，第11届哦，再次啊来欢迎大家来参加吼，啊，祝所有的中冠贵宾。啊，甲遮好朋友参赛者，哦，大家平安健康，心想事成。今年已经迈入第11届卡拉 OK 比赛，经过3个外月巡回6区的赛程，高一组甲第一组前3名，总共36位精英再次车拼。已经过激烈竞争，成绩出炉。第一组由杨锦池摕下总冠军，第2名刘佩玲，第3名陈慧娟，最佳舞台造型林明达。最佳舞台魅力则是黄金荣。另外，高一组则由只有11岁李伟胜摕下总冠军，第2名张新平，第3名刘子荣，最佳舞台造型刘桂美，最佳舞台魅力蔡雅文。其中第1名分别得到价值7万块的机车大奖。爱着你亲像连江江扫过情关，离开你才知连江江使人心寒。青春带过，若无咱要相随，阮甘愿听，甘愿守护。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主办单位表示，总决赛东港在伫第4频道甲上主车三广王脸书粉丝团专庭直播，到时11月25伫第4频道卖登播，请观众按时收看。电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2017南区客家美食料理比赛，21号上午伫咧安平的油气码头盛大举行。除了料理的比赛，现场阁是由客家美食相关的单位以及 DIY 的活动，吸引不少的民众到场参加。伫林德国小人赛队的表演，2017南区客家美食料理比赛，21号伫安平码头正式登场，包括客委会主委李永德、南市副局长张建元等人拢到场为活动加油打气。我每次到台南都感受了一股客家非常大、非常这个团结的热情。我常常讲说，全台湾客家人口比例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讲，台南是算是最后几名，但是我们台南客家的团结跟乡亲的对地方上的努力跟贡献我觉得超过它的人口比例的比例的。大家讲错吧？不错吧？这个所以非常感谢咱们集团人客家乡亲大家平常按3帮大标我们今天的比赛呢是南区的比赛，不是台南市的比赛。我们是南区5县市，那也感谢
南区5个县市给我们的协助。那今天是决赛啊，今天有职业组，也有业余组，听说是各10组入围啊，目前好像正在如火如荼的在比赛当中。那我们就希望今天的参赛者都有很好的成绩。前任的赖市长也讲过一句话啊，他说没有到过台南，不算真正到过台湾。那我们今天要把它，我来尝试的，我换一种说法啊，没有尝过客家美食，谈不上真正的美食家，大家说对不对？为展现客家喝酒的主办单位现场也邀请贵宾互相请拼，现场分做贵宾甲在地2队，分别由国宴的总决赛古宝龙甲客家核心部朱海军带领，用同款食材现场做一道客家菜，看贵宾的手势，表示平时也是够咧做料理。等一下，主委，按你规天按你来跟你讲，天地农业哦。很明显的，我们这一队呢，就是家里的贤妻太贤惠了，所以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在家煮饭。看完来宾料理，现场也有来自全台20组入围的参赛者，分做职业甲一般2组来比拼。现场也有各式各样的美食单位甲客家料理 DIY， 相当热烈。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议员林美燕因美赛主会、高度赛主会，伫咧10月23号联合捐赠一批救灾物资予消防局，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号召较侪民众来关心消防工作。近年来，消防工作面临极端气候等各种的挑战，救灾资源不足的困境。在市议员林美燕的号召之下，延美赛主会会长彭丽娇甲高度赛主会会长杜义典联合关证美国防部的定组，甲法国空气呼吸器一套，互相叫樱花中队、二小安平中队、甲二小中线中队来协助救灾。你要来救灾，各个家己有生命危险的时阵，那怎么办呢？所以配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拢知影，配备要完全到位，几乎是要很大很大的一些预算呐，很大的一个预算呐。当然，我们有看到消防局非常用心呐，伫有什么些边的时阵呐，伊嘛积极的争取啦。但是财政困难财政困难事实上有时候那面的有点力不从心那个感觉。那公部门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们有发现社会资源事实上在这个领域补足了这个方面这个缺口，他们都就是用心呐。那长期以来，不止我们狮子会用心不跟他们是跟来呢狮子会长期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也非常的用心呐，非常用心，用了很多的社会资源在这个上面。每年都会编列相关的经费，跟中央争取经费，来保障我们救灾同仁，包括医消同仁的救灾安全。在这边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林议员在每年的10月希望明年还有每年的10月都带来这份的大礼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警医消同仁的那个救灾的装备，保障大家的安全。赛主会甲议员林美燕提倡社会公益，一摆关键消防器材对来帮助救灾效率，保护第一线消防人员的安全，以提供更较好的救灾服务。也希望这摆关键活动，唤起善心人士更较侪善行，互更较侪人了解消防工作。电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推动全民防癌、抗癌健康观念，台南市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22号伫咧安平的卢金堂厝成立办公室，由协会理事长肖登坡邀请副市长吴宗营以及侪贵宾共同揭牌，场面热烈。台南市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对民国104年成立到今，一直推动全民健康防癌的观念。现在为了落实在地扎根服务，22号伫安平卢金堂古厝设立协会办公室，并且邀请侪贵宾共同揭牌启用。卢金堂是我们府城
最具代表性的我们闽南文化的特色的古迹。那我们呢，整个防癌抗癌健康协会呢，还是秉着一种这个大健康的观念。那在大健康的框架里面呢，涵盖了身心灵的健康。我们从株数、常数的一种认知的提高提升那从生活的惯性的管理或积极的我们能够来做一些包括可能的抑准的工作，还有来建立很多的活动。那像我们有合唱团，那唱歌也是一个防癌最好的一种这一种从心灵内在的健康里面来推动。伫历史悠久的百年古厝，现场也有石门国小国家团表演，以及建平里日本舞蹈演出，透过轻松娱乐方式，增加个人健康的目标，保证市民真正活得健康、快乐加幸福。第一新闻林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2度至28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0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